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6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创世纪35章第1节到第4节，使徒行传第5章17节到2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同在。雅各为着要逃闪伊的阿兄真可能的追杀，就听伊老母的话，来逃走伊的阿舅列班的厝。伫咧半路咧困的时阵，捌伫逼着伊过暝。上帝伫伊的梦中来显现。伫新的圣诗151首的歌词，就是用这段的经历所写的。歌词安尼写讲：我爱就近你，来就近你，虽然着陪十架求你扶持。我心时常吟诗，主，我爱就近你，主，我爱就近你，来就近你。第2节讲，虽然拄着出外无位通歇，见深暗暝搭我，看头迎接，眠梦悠远心无，主我爱就你，主我爱就你，来就近你。第3节讲，梦中看见天开，阳光自现。上主施了恩惠，天地三连。天使对我招呼，主我爱就近你，主我爱就近你，来就近你。困醒欢喜纪念，懊恼吟诗，所过凄惨烦恼，正逼得你。苦境变做圣路，主我爱就近你。主，我爱就近你，来近我你。歌词的内容就是根据着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22节所记载，雅各第一届经过着逼得你的时阵，这个情景所写的。虽然歌词写着讲主，我爱亲近你。但是事实上，上帝伫这个雅各逃难的整个的路程的中间，伊来显现，并且家己甲伊讲，这就是天的门，上帝就伫这所在，也这就是以马内利上帝应允的实现。因为安尼伫会场的中间，上帝佫叫着准备要转去面对家己的软弱、家己的歹，这个雅各叫伊去到伫逼得里，佫去起一座坛。因为呢，上帝爱伊大声来称起家己，献掉所带的偶像，甲上帝建立一个完全佮圣洁的关系。这个除偶像的动作，表明着雅各以及因的全家全心全意着上帝，对着上帝圣洁来行，准备要进入的恩典。圣经的记载讲，上帝对雅各讲：“你去到这个逼得里，住伫遐。”要伫遐为着我起造一座祭坛，我就是你逃闪你的阿兄以扫时阵，你显现的上帝。所以安尼，雅各就对伊的家族，甲伊所有对伊同行的人讲：我要甲恁带来的外族的神像来献掉，来洁净家己。换去清气的衫，要离开这，去到伫逼得里去。伫遐为着上帝起造一座祭坛。我遭有困难的时阵，上帝帮助我；
我四界流浪的时阵，伊甲我同在。就安尼，因将所有外族的神像甲所带的耳狗拢交互雅各，雅各就将遮的物件埋伫即个示剑附近墙下骹。雅各非常明白，上帝是甲伊同在的上帝，是帮助伊的上帝。特别是伫伊四界流浪的时，上帝家己就已经出现了。上帝随时随刻拢甲人同在，只不过真侪人可能因为无有注意生命中的变化，所以就毋知上帝确实是临在。一般来讲，当人陷入伫困境，走投无路的时阵，比较容易感受到，特别会当深刻感受到有主的同在啦吼。这个一生拢咧欺骗来强夺上帝赐福的雅各，原本呢眼目只有福分，直到伊四界流浪的时阵呢，就深刻来体会到上帝的同在。初头的教会的使徒，因咧面对罗马政府的压迫，也特别是面对家己的人、犹太人、祭司所带领的团队，因伫迄个压迫的时阵，困难更较大。但是呢，伫因咧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上帝并无离开因啦吼，反倒当是甲因同在。才有今仔日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第5章17节到26节的经文记载，这个真特别、真离奇的恩典。圣经讲，大祭司甲伊的共党的，就是当地的撒都该人，对使徒非常嫉妒，因此决定来采取行动。因落手来逮捕使徒，将因关伫拘留所内底。但是当迄暝主的天使拍开监狱的门，将使徒领出来，对因讲：恁去，徛伫圣殿遐向人民宣讲有关这生命的道理。使徒听叹这个话，伫天特别光的时阵，进入伫圣殿，开始教世人。大祭司甲因共党的调集议会内底所有的犹太长老，举行全体的会议，然后就下令伫监狱内底将使徒掠出来。但是当警卫到的时阵，发现使徒无伫监狱内底。就当去议会报告，阮到伫监狱看到监牢的门锁掉的，咧管监狱的警卫拢伫门外。但是阮开着监狱的门，发现内底连一个也拢无。圣殿的警卫官、祭司长听见这个报告，非常的惊吓，毋知影使徒拄着什么款的代志。这个时阵，有一个人入来报告：恁所关押的人，正拄伫圣殿内底咧教示民众。所以，迄警卫官就带着伊的守卫，甲使徒带来。但是并无使用暴力，因为惊叫群众用石头来拍。好啦，亲像保罗甲西拉也捌受到圣神对监狱内底透放出来共款，因相款就咧见证着困境的中间上帝的同在。
更较展现出上帝的宽宏。所以基督徒爱随时注意，随时警醒，因为上帝随时拢甲咱同在，无论咱去叨落。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。上主啊，求你按耳孔听我，引我，因为我困苦散赤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信靠你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仆人倚靠你，求你拯救我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规日来求告你。主啊，求你互你的仆人心神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，对你祈祷。主啊，你良善欢喜赦免，你赏赐丰盛的慈爱，互所有求告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，按落听我恳求的声。我伫患难的日求告你，因为你会应我。主啊，这的生命无一个会当甲你相比，因所做的嘛袂当甲你比。主啊，你所做的万民拢会来到伫你的面前拍拜，因会荣耀你的名，因为你伟大做奇妙的事，只有你是上帝。感谢上帝赏赐应允甲阮同在。无论阮去倒位，无论阮拄着任何的境况，拢会当有主亲自的同在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